你们好，我叫 Ikram， 我是索马里，我是留学生。春节快乐，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Every breath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single day, every word you say, 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ll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t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With every step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and every vow 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这些行书是他就更写不了。对，对，不要写这俩，这个不是专业的，这个写不了。那就写符吧，还是写符？对，他还有效果好。对，这个是西周时期的符，这些你它比较象形，相对，怎么也能模。好，老师，我过来今天学一学，你可以教我怎么。来，我写，你跟着我写啊。你说开始什么东西？我们已经开始了。啊？好。先写这个头，先长这个头，这个定位对的这个位置。对，转一下。对，然后呢，倒是停一下，拐弯，跟开车一样。哎，对，不错，这个地方不能甩出去。就跟开车一样，要刹住，它不能刹车失灵了。明白没？对，写字跟自然界很多现象都是一样，其实。你看这个这个短一点，这个就要长一点。从这个里面起笔，对，走，停，对，刹住，对，不要数啊。然后写这个数，也是跟这个接到一起的，这样，先这样走一下，到这转弯。对，短停，好，短一点，好。给他们写这个数长一些。再长点。这个就是房子啊，先把房子盖好了，然后呢，这是衣服。第一点短一点，停，好，第二点长一点。好，这个数呢要写细一点。好，停。这个数，在这个数的中间，从中间开始写，对，对，好，这个数挨近一点，写短一点。这个右边这个挨近一点。好，就是他俩关系好，他俩关系稍微不好。写字都是这样。让我写右部分。横，这个横长一些。对，好，这一竖，写完弧线，对，这一竖也是弧线。好，那边有两横。好，上面写了一个田字，这一横粗一些。还有这一竖。你看这一要转圆封口，啊，横，不能出
石头。田里面的水淌出来，成水田了。Oh my god！多理一下。哎，那正好你们拿起来，给你们也一录，谢谢。来，展示一下。Mine is. I made a mistake. 快速！全。啊，我世界有俩。手不可以放气球，手不可以放气球。我世界要赢了。手不要拿筐，手不要拿筐。两位拿筐子，你们把筐放下来，筐放下来，筐放下来。啊，我世界可以！哦，太棒了！你看韩国超爱。开始。开始，道具不能停。这次只是一个。好，现在请拿你们最开始左右手的人。还是这个位置，请拿好。这个游戏大家太熟悉了，都已经提前猜到规则了，已经看了。知道我扔哪里？参加下一个游戏。
看都快走到西门了。还有没有老师要参加的？来，请看规则。然后这时候到低的时候，手要从基础往就看身体往下。来请拿香蕉的老师原地转一圈。圈。坐着的老师不要说话，你们可以通过拍腿、拍手，让他们觉得你在拍。这是第一。我们有一位团长。我的失误，我忘了重要的一步。那么现在在原地向右转2圈。好，向前走了。请向右转1圈，然后向左转2圈。请往前走。是的，香蕉的老师请起立。手不能碰杯子啊！所有的老师、后面的老师都不能碰杯子啊！可以，加油，加油！快点拿第1名！加油，加油，加油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然后这边这对老师往这排上一队，这样和这样位置。好，准备，开始。手不可以碰气球，手不可以碰气球，手举起来，请把手举起来。掉了的气球不能再放回去了。加油！好，现在迅速把你的气球举起来，手里的气球举起来，地上的不能捡了，掉到不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蓝色的盖子朝上，把它绑到你们的腰上，绑到后面，绑到你们的后腰上。手不要碰，你扶着它更出不来。不可以用手，请把你们的双手举过河里。开始。
坐。好，坐。